寒天民众爱洗烧水，但每年因为热水炉安置的位置，或者是使用不当，容易造成一氧化碳的中毒。根据统计，对民国108年到112年，全国总共发生118件，造成27个人死亡，400多人受伤，会用讲是无形的杀手。一氧化碳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啦吼。以108年到112年消防署的统计咱台湾全省总共有118件的一氧化碳中毒，造成了27个人的死亡跟497人的受伤。今年到12月12号，全省发生22件，导致1个人死亡跟59个人的受伤。是安怎咱甲讲做伊是隐形的杀手？因为有那一氧化碳中毒，咱拢是不知不觉啦，不知不觉，你像。平均来讲，一场的一氧化碳中毒可能都会造成3到4个人的伤亡啊。一般的火警可能不会造成这么多啊。因此，台南市消防局日前伫南区明兴社区举办防止一氧化碳中毒的宣导，透过学校啦啦舞蹈，结合着艺校妇女中队精彩话剧表演，宣导防止一氧化碳的知识。第一呢，我们的型号形式一定要正确，有户内型、户外型，千万要装对。另外呢，再来就是我们所装的热水器一定要有安全认证的标章。另外呢，我们要请合格的技术士来帮我们安装。最重要的是，就是要定期检查，每到5年至少要重新检修一次。再来呢，我们就是要装在通风良好的地方。另外，市府消防局对明年1月1号到2月底，针对有一氧化碳中毒的肯氏住户，嘛将进行清扫甲热换热水器，每户相关补助3000块。另外，低收入户更悬更高达12000块的补助。名额有限，用完杂志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